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，我係 Tony。喺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當中咧，有地鐵嘅暫時係廣州、佛山、深圳、東莞呢4大天王啊。跟住落嚟就輪到中山上場做第5個城市啦。係咪有啲意外呢？明明珠海、惠州嘅經濟排名仲靠前嘅，但係其呢2個城市連地鐵嘅影都未見啦。關鍵嘅就係中山呢個地理位置實在太靚啦，正正喺大灣區嘅心臟地帶啊，四面八方都係人流車流。珠海同中山嘅面積係一樣大嘅，但係珠海嘅人口咧只有中山嘅一半，惠州就地大人稀立，6個中山先有1個惠州咁大啊！中山嘅第一條地鐵線咧，最快喺出年就開通啦。今期就同大家介紹翻中山地鐵沿線嘅市區樓盤。新嘅一年有想喺中山置業嘅朋友認真睇下啦。城區第一站火炬站，火炬地鐵站附近依家有4個盤賣緊，分別係越秀建發嘅灑熱同埋郡熱、健康花城璞悅同埋太湖居。呢頭除咗地鐵就腳咧，另一個大賣點就係有深中跨市公交啊，即係有巴士直通深圳嘅，車飛係17蚊一張，半個鐘頭一班車嘅。咁從火炬站上車去到深圳灣前海地鐵站咧，轉地鐵去到深圳灣口岸返香港，全程20蚊就可以搞掂㗎啦，真係平過直通巴好多㗎。生活配套方面咧，火炬站上蓋依家有現成嘅商場嘅，太陽城購物中心、行街睇戲食飯一站式喺呢度都可以完全滿足到。而且區內嘅學校多啊，係名副其實嘅學區地段啦，對物業嘅保值率有一定嘅保證。講翻幾個樓盤先，同你逐一睇下。第一，越秀建發灑熱郡熱，發展商係國企，實力同埋後期嘅物業管理咧有一定嘅保證。依家嘅價位大概係1萬蚊出頭嘅，咁大裝修交樓已經係現樓啦，即買即住，容積率比較高，達到咗3.5啊，2梯4房，面積由80方嘅3房到162方嘅4房都有啊。咁屋苑有泳池啦，綠化做得都 OK 嘅。最大嘅優勢就係近地鐵口，行幾步就到城市廣場、太陽城同埋沃爾瑪超市啦，方便到極啊。第二，健康花城璞悅呢個盤已經係賣到第4期啦，接近清盤嘅啦。但勝在成個社區咧好成熟嘅，入住率極高，樓下嘅鋪頭就好旺，買餸食飯日常所需落樓就搞掂啦。依家最平嘅3房2廳2衛總價75萬就有交易啦，容積率3.0，2梯4房，綠化率做到44% 嘅，現樓現證都係大裝修交樓，適合中意熱鬧同埋便利嘅買家。第三，太湖居同樣係現樓現證大裝修，價位最平啦，9000蚊左右就有交易啦，面積由87到129方，容積率3.5，2梯4房，綠化率38%，屋苑規模咧就比較細，一共先係得10棟樓嘅，但係物業費咧就平啲，每平方係2蚊3嘅，適合預算有限但係又想近地鐵嘅配套街坊朋友啦。城區第2站張家邊站，張家邊站附近有個盤不得不提下嘅，就係中銘新達城。最殺食嘅就係佢落樓非常之多嘅商業配套啊！咁從食肆茶樓到電影院都係齊全㗎。價位方面咧，目前嘅均價大概係11000一平方上下。講到得房率同埋戶型設計咧，中銘新達城都係交足功課嘅。佢主打嘅係3房至5房，實用面積由900幾尺到過千尺都有，間隔嘅係好四正嘅，尤其係個露台係設計得比較大。光猛又通風，2梯4房設計。講到生活配套咧，呢個盤真係幾個強項啊！首先，樓下就係佢自己起嘅大型商場上東里啦，有成8萬平方咁大。依家已經有星巴克、肯德基、西餐廳呢啲大家熟悉嘅品牌進駐嘅。第時落街就有咖啡飲，唔使下下揸車出去啦。呢種生活模式係咪好爽呢？咁除咗自帶嘅商場商圈，行2步路仲有1+1超市同埋百匯廣場啦。無論係買餸煮飯定係行街睇戲，完全就唔使假手於人嘅，配套成熟到唔信啊！
至於樓盤自身嘅配套都照顧到有唔同年齡段嘅需求啦。屋苑入邊有園林式嘅泳池啦、網球場啦、兒童遊樂設施，甚至連健身設施同埋老年活動中心都有嘅。咁無論係學生仔女想做運動，定係同屋企人享受親子時光，落樓就得啦，認真方便。另外，行出門口仲有巴士站，有直通巴返到香港嘅，就算冇車代步呢，出入都唔成問題嘅。總個嚟講，中銘新達城係一個好全面嘅屋苑，尤其係佢嘅交通優勢同埋成熟嘅商業配套啊。對於追求便利生活嘅街坊嚟講咧，呢度吸引力係比較大嘅。加上佢嘅戶型設計同埋屋苑環境都兼顧得唔錯，無論係買嚟自住退休或者係諗住長線嘅投資，都係一個值得參考嘅屋苑。第三站中山站，中山站附近嘅樓盤咧，一定就唔可以錯過鴻銳一品屋苑啦。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價位先，從10000幾到18000呢個屋苑都有嘅。最平嘅係一期嘅5號樓啊，貴嘅就係2期嘅大面積單位啦。目前賣緊嘅積數由110平方嘅3房到163平方嘅大4房都有得揀。佢嘅戶型主打就方正實用，採光好，全部嘅戶型都做到咗主和大衛生間啊，私密性夠晒啦。而且多數嘅戶型都係帶大面積嘅陽台嘅，望出去嘅視野夠晒闊，佈局呢都幾緊湊下，冇咩浪費空間。呢個樓盤另外一個大嘅賣點就係佢自帶升級會所，係目前中山樓盤當中自帶會所面積最大嘅屋苑啦，有成4000平方嘅，4個泳池。室外同埋室內嘅恆溫泳池啦，同埋健身房啦、瑜伽室啦、桑拿房等等都係有嘅。可以話講住喺呢度呢，等於就係住緊大型嘅酒店度假村啦。講完自身，再睇下門口嘅配套啦。呢度真係方便到暈啊！行遠少少就有富日城啦、星河 Coco City 呢啲咁大型嘅商場啊，行街食飯睇係一條龍。附近嘅超市、銀行、社區醫院乜都有噶啦，特別係直通巴返香港方便啊！每日有超過20班次嘅返香港嘅直通巴，夠晒方便。總結一句，鴻銳一品呢個盤呢，位置就夠晒靚仔嘅啦，戶型就得睇，屋苑環境又舒服，配套仲要齊到爆嘅。雖然價位就唔算平嘅，但係對於追求樓盤嘅質素同埋交通便利嘅你嚟講呢，絕對值得去現場及一及。第四站旗江道站，依家賣緊嘅屋苑有108天戀、108天譽、寶龍城、保利天郡。旗江道屬於係東區，係中山保值率最高嘅一個區域，因為東區係中山嘅行政、商業、教育、醫療核心嘅地段啦。講翻樓盤，108天戀面積就比較大嘅，300平方至700平方，係中山目前最高嘅住宅單位，價位係15000至2萬幾，毛坯交樓為主嘅。108天譽呢係公寓單位，面積係45至73平方嘅，總價40萬起，大裝修交樓。寶龍城依家賣緊嘅係1萬蚊出頭嘅價位，大裝修交樓，3房至4房。依家最低首期7萬蚊可以上車啦。寶龍城139平方嘅單位性價比非常之高啊，戶型嘅格局唔錯，一梯一伙嘅設計啊，大橫廳非常之高檔啊。保利天郡呢，整體嘅質素就同價錢都要比寶龍城高唔少噶啦，目前係賣緊15000。第五站旗江新城，目前有2個4代宅賣緊。有中山第一個4代宅建華龍湖香山頌，另外一個係中山第3個4代宅陰陽二神。4代宅最大嘅賣點就係有一個6米挑高嘅露台啦，好似空中別墅咁嘅，得房率都超過100% 嘅啦。香山頌號稱得房率係130%，豫陽陰神呢號稱係得房率達到咗145% 嘅啦。4代宅都係自帶會所、健身房、恆溫泳池呢啲標配嘅。2個4代宅嘅價錢呢都係比較接近，最平都係17000蚊起啊。最後一站興中站嘅金鷹半山花園，金鷹半山花園嘅價位喺石岐區嚟講呢係屬於第一梯隊啊。
畢竟佢嘅地段擺喺呢度，目前最低嘅價位係15,000蚊一平方起。當然啦，實際成交價要睇翻樓層、裝修同埋景觀視野啦。譬如望住成個屋苑園林或者係高層單向嘅呢，價格都會有上浮嘅一個標準。面積有84平方到252平方嘅。設計方面，佢主打方正實用，特別係個南北對流嘅大戶型。有入戶花園同埋雙陽台設計嘅，通風採光都係一流嘅，住落就舒服好多。好似125平方嘅三房同埋145平方嘅四房就係經典嘅爆款戶型啦，間隔四正，客廳開揚，特別係145平方嗰款主人房夠晒闊落啊，住喺度呢就非常之氣派十足嘅。樓盤配套有商場、自帶會所，衣食住行一條龍，落樓就搞掂啦。呢度講配套就真係夠晒打炮啦，可以話係佢嘅殺手鐧啦。成個項目呢就叫完美金鷹廣場嘅，係一個超級綜合體啊！金鷹半山花園係佢嘅住宅部分，落樓就係中山石岐嘅萬象匯同埋完美金鷹廣場啦。呢個商圈仲要係啱啱攞咗省級嘅特色商圈呢個名號嘅。行落樓就係盒馬先生、星巴克各大品牌嘅服飾同埋餐廳啦。買餸煮飯、行街睇戲食飯，真係方便到震。過條馬路就係假日廣場，呢邊呢就會多啲文藝小店同埋特色嘅餐飲嘅。平時放假呢唔使開車，呢度都有排行啊。除咗係地鐵口物業，門口仲有直通巴返香港嘅，交通就非常之方便噶啦。總個嚟講，金鷹半山花園就好似一個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嘅靚仔咁啊！缺點就係價錢貴，部分單位望馬路有啲嘈啊，同埋容積率咧就唔算低嘅。但係優點實在係太突出啦！石岐核心地段，樓下就係地鐵同埋頂級嘅商圈，戶型實用。如果你係追求生活品質，中意呢種樓下就係全世界嘅便利感啊，咁金鷹半山花園絕對係你杯茶啦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，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，訂閱 Tony 嘅頻道。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或者係 WhatsApp Tony 會同大家分享翻最真實嘅屋苑情況，做到有一講一。提前預祝大家新春大吉，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恭喜發財！